開餐廳最開心嘅事，莫過於見到盤生意旺丁又旺財。好多時候，餐廳都會借助外賣平台接觸到更多新嘅客人，呢個絕對係一個好嘅開始。但係面對平台高昂嘅佣金，你有冇諗過點樣先可以將呢啲新客變成你嘅熟客，將交出去嘅佣金變翻做自己嘅利潤呢？要解答呢個問題，首先要諗清楚一個關鍵：喺平台上面，啲客其實係屬於平台，定係屬於你餐廳呢？我哋試下代入個客嘅角度諗下，佢哋下次肚餓最想嘅係咩？就係方便同着數。佢哋打開平台 App， 幾十間餐廳任佢揀，又有晒餐牌，又有晒優惠，一撳掣就落到單。相反，你間餐廳呢，就算個客上次食完覺得好好味，想再幫襯，但係佢揾唔到一個方便嘅方法直接落單，更加收唔到你最新嘅優惠資訊。結果佢哋最自然嘅選擇就係翻去平台，喺芸芸眾生之中重新再揀過。呢種熟客流失嘅場景其實唔係必然。望下個市場，你會發現一個好清晰嘅趨勢，唔單止係麥當勞、譚仔呢啲大型連鎖餐廳會投資幾百萬去開發自己嘅 app。行出街望下，而家連好多得一兩間分店嘅茶餐廳、小店都已經開始推出自家嘅外賣落單網站。呢個現象正正說明，越嚟越多餐廳老闆已經意識到，將顧客關係掌握喺自己手中先係長遠之道。數據亦都清楚顯示，只要夠方便，客人其實更中意用餐廳自家嘅落單系統，因為佢哋心底裏相信一個好簡單嘅道理：餐廳直接提供嘅優惠一定係最抵、最着數嘅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諗，人哋大集團有錢有人，就算係小店，可能老闆自己識 IT， 我哋呢啲普通餐廳邊有得搞啊？冇錯，要你哋自己掟幾十萬出嚟寫個 app， 或者花時間去學點樣整個網站，梗係唔現實啦。但如果我哋話你知，你唔需要投資巨額資金，亦都唔需要任何技術知識，就可以擁有簡單實用嘅自家落單系統呢？而擁有呢一套系統嘅成本，只需要用你每個月交俾平台佣金嘅一小部分，甚至更少。Foodie-Cat 將大型連鎖店系統嘅核心功能濃縮成一個你負擔得起嘅服務，客人只要 scan 一個 QR code 就可以即刻睇到你圖文並茂嘅電子餐牌同獨家優惠，揀好晒想食嘅嘢，一撳掣落單。最重要嘅係，成個系統可以無縫接合你現有嘅 WhatsApp 落單。客人撳完單之後，一張格式清晰、計好晒數嘅訂單會 send 去你指定嘅 WhatsApp。你哋餐廳同事完全唔需要學新嘢，就好似平時覆 WhatsApp message 一樣就得，簡單直接，零學習成本。對客人嚟講，佢哋得到更方便、更着數嘅體驗。對你嚟講，你用翻最熟悉嘅方式接單，一切都變得更順暢。唔好再猶豫啦，係時候踏出最關鍵嘅一步，為自己餐廳嘅未來增值。立即透過影片下面嘅 WhatsApp 連結聯絡我哋查詢啦。